點解買正版有時死得更慘？以前香港啲電視台明目張膽抄襲外國劇集，東抄一條橋，西抄一個人設，改個劇名，觀眾就當新劇睇，收視爆燈，冇人覺得有問題。但今日有電視台真金白銀跟足規矩買咗日本神劇嘅《悠長假期》正式版權去翻拍，結果呢，未開機已經被網民鬧到體無完膚，瘋狂 P 圖咁笑男女主角相差15年，話係毀滅經典。點解做合法嘅事下場有時仲慘過做賊？大家好，我係知少少。今日唔講選角層唔層，淨係講知識產權世界入面一個極度荒謬但係又極度真實嘅現象。合法唔代表你會被善待。網上有個 YouTuber 冇買任何版權，將一首巨星經典嘅金曲改編成搞笑版，大家讚佢有創意，冇人追究佢侵權。但另一邊廂有大唱片公司真金白銀買足版權，整咗首官方致敬版，結果首歌一出，網民呢就即刻攞住放大鏡逐個音符比較，話佢未夠班，侮辱神作。點解會咁嘅？因為背後運作緊一條殘酷法則。法律上，當你合法買下《悠長假期》呢個名嘅一刻，你同時買下咗一個不合理嘅比較義務。大眾會用當年對木村拓哉同山口智子嘅神級標準嚟量度今日嘅呂作安同埋李佳芯。反觀以前嗰啲抄襲者呢，因為改頭換面，反而避過咗直接比較嘅風險，偷走咗故事嘅紅利，無需承擔原版嘅光環壓力。大眾口口聲聲話支持正版、尊重版權，但現實係，當合法產物稍微唔符合感覺，佢哋攻擊合法者嘅力度，往往比攻擊抄襲者要大10倍。所以問題從來唔係你合唔合法，而係你承唔承擔得起買下呢個權利之後嘅反噬。希望今集可以幫你睇清楚商業世界嘅另一個殘酷真相。如果覺得有用，記得訂閱我哋。我哋下次再見。啱啱咧讀錯咗啲音啊，好似黐脷根啊咁樣。咁我而家再補翻一次啦。咁啱啱係想講呂爵安同埋李佳芯啊。咁大家聽清楚，我今次冇黐脷根啦。咁啊，係咁啦。